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。 你看，拢照你的吩咐，烧鸡、烧鸭归食，来，去食。烧鸡、烧鸭。嘿嘿。哦，你叫我去分烧鸡、烧鸭，是要互你的后生查某囝食的，是无？ 你看你安尼吼，已经无法变做安尼，还佫遮尔啊看下因两个，你较早一定足疼因的吼，你一定是一个真好的阿爹，秀莲嘛一定是一个真友好的查某囝，对无？是。是。我是不是应该马上带伊转去甲秀莲、阿红，互因一家伙仔团圆呢？啊，毋过若无找到谢丽做转去。 将军共款嘛是袂放秀莲走啊，安尼因共款无法度真正团圆啊。而且我嘛已经答应师妹，一定要替伊找到谢丽子。这一次，我袂用阁对伊无信用。阿公，你敢知影国宝佛陀谢丽子伫咧倒位？ 敢讲，你袂记讲秀莲是你的查某囝，阿红是你的后生，无你嘛讲加减会记一个什么物件？有无？你较早武功真好，而且你嘛真好做香，你比看卖，这是恁查某囝秀莲所做的香。 食芳哦，真芳呢！啊，你敢会记起你护送国宝佛陀舍利子的时阵，拄着歹人抢劫，歹人搁甲你剁断一只手？你是毋是想到啥？有想到无？佛陀舍利子伫倒位？ 我袂食你。阿爹，你即马人伫倒？你有好无？你什么时阵才会来救我？ 都要去找谢恶念，心怀善心，归正道，天地无私必有报，菩萨总护善心人。菩萨，请你保庇阮阿爹，保庇阿红，阿可林公主，清风兄，万里兄。
还有天心，小莲，天心，你哪来这？我着烦恼你啊，唔才专工来找你。我以后真认命啊，嘛真坚强，你免烦恼我。更加坚强，你嘛是一个查某囡仔啊。哦，我就知影你伫遮做工有手定活破袂啦。小莲，我家己做药膏吼，我专工提过来买互你抹。来，来啦，手互我啦。天心，你若捌医术，会晓家己做药膏。我哪会晓捌什么医术啊？我会晓做药膏哦，迄是因为我要治疗我家己的外伤。就进前哦，我为着要趁淡薄银两，治疗阮阿娘的病，毋才踮咧街仔路做肉点红扒。小莲，我有现做一医册呢，结果哦，我做出来药膏真正有效的呢。天心，其实你伫街仔路红拍趁银两的时阵，我拢有看到。虽然迄个时阵我毋捌你，毋过。我真替你感觉艰苦，嘛真不甘。小莲，听你来讲哦，我就足安慰的。也毋过，我一个查甫囝踮伫咧街仔路做肉点红拍，你是毋是会看袂起我？当然嘛袂，我顶多真尊敬你。因为你安尼做，拢是因为友好，我感觉你真伟大。伟大？我哪有真伟大啦？我是感觉到，这人生有足侪无奈，咱做人一定要忍受这种痛苦，唔只当靠近艰难。其实真是，我嘛甲你同款，为了医治阮阿娘的病，我嘛做牺牲品去试药啊。是啊，你走去。你走去试药啊？小莲，哪会这么戆啦？你试药若出问题，你是会无命呢？你拄才毋是讲，人生总是有真侪无奈，必须要忍受内心的痛苦，才能靠近艰难。对啦，咱哦拢是同款的命运，所以哦，咱一定要度过这段痛苦，哈。天心，真多谢你这么关心我。小莲，我听你来讲哦，我足欢喜的。安尼才袂枉费哦！我今日冒着性命危险来找你呢。冒着性命危险？你是安怎来？我着对遐软狗坑入来啊！天心，多谢你来看我。我家有打算你到这。小莲，你安尼讲是伤会电我啦。爱记，咱两个人是同款的运命，咱爱对痛苦当中爱站起来，知无？以后咱爱互相关心，互相照顾。还有啊，我每一工哦，拢会弄些狗坑入来找你，吼。袂用的，我无希望你过来。是安怎的？你哪无希望我过来啦？虽然我伫这嘛真孤单，真希望有人来看我。不过天心，你是读册人，你应该了解查甫囝唔通凊彩跪的道理。你哪当跪伫涂骹弄这狗坑的？小莲，我安尼做，我拢是为着你啊。你有这份心，我就感觉真安慰啊。不过，我无希望你安尼糟蹋你家己。查某囝爱徛会稳，行会正，爱有查某囝的气魄。唔通为着我，让这高空降低你家己的价。答应我，莫过来好不？这天心，在我的心目中，你不但是读册人，嘛是查甫囝。我希望你莫让我失望，好不？好啦，我答应你。但不小莲，你也知影，我有天生。每一工拢会关心你，我来走。
天生，答一声是你家己来送死。我家己看回去啊！我天生是家己定爱互你死。你知道？我将太师来叫将军知影，伊嘛是共我来死。哎呀哎呀啊！大将军，我台湾将军府武功上好的两个杀手，要去杀侯天信，结果伊这帮人拢死啊，连我嘛险啊无命。太平大将军，刺杀侯天信的行动小可无能，如果失败，一定崩塌。侯天星只不过是一个文弱的书生，完全无练过什么款功夫。恁三个人竟然无法度通我将伊杀死。大将军，啊不过银行到场阮要杀伊的时阵，伊突然间化作一只恶龙，龙头离心，非常恐怖。恶龙，龙头灵星。是啊，可！大将军，你办事能力不足，已经罪该万死啊！即卖还阁敢用这种莫名其妙的理由来欺骗我，饶你不得！大将军下对，大将军，小华所讲都是假事。你甲这件代志自头到尾讲好清楚。是。先一离开将军府，阮就一路跟踪伊，来到一个无人的所在。当伫个杀手要放弃下伊的时阵，伊突然间化作龙头人身只恶龙，甲指甲断，然后跪下飞过来，一开嘴就将两个杀手推入北来。大将军，侯天星，我看伊大汉的，伊是一个软正书生。根本就袂晓武功，更加袂晓什么法术。啊，不过今日伊会变到安尼，小孩真正无才调处理。我已经予你一摆机会啊，即摆一旦死了心甘情愿啊！吼，大将军，将军，帅气，这款无路用的路财，敢有值得你替求情是无？我才无迄个闲工哦。
替伊求情。我是感觉，伊讲的话有可能是真实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妈祖庙的灵怀殿，何天生只不过是一个文弱的书生，顶边死去，搁活起来，这边又搁渡过3个高手的手下。那安尼生，一定是妈祖庙迄个金怀德咧作鬼作怪，伊甲2个手下暗中假鬼假怪咧保护何天生，都是要来阻碍我杀害何天生的计划咧。将军英明，小姐的想法甲将军同款。阿爹，你退落去。是。你堂堂一个大将军，平常时教我遐尼济做人的道理，你表面上对天星遐尼好，遐尼照顾，啊，毋过私底下煞要家刣死，你哪会这么残忍啊？慧敏，这是你甲阿爹讲话的态度是无？我知影我无应该用这种口气甲阿爹讲话，啊，毋过你到底为什么要刣死何天星啊？慧敏，阿爹安尼去做嘛是为着你好啊。为我好，外面的恩恩怨怨，不是3言2语就解说会清楚。你一个查某囡仔人，唔免管这款代志。阿爹会安尼去做，自然有我的道理伫。是啥物道理啊？你甲何天星伊阿爹，敢毋是好兄弟？当年，佮甲我甲何天星结拜为婚，恁的交情遮尔好，你即摆佮要杀因囝，这是啥物道理？阿爹无愿意将你嫁予一个善车书生，伊是一个无路用的人。阿爹是一个堂堂的大将军，假使我若主动甲伊为婚，我会用讲真侪闲话，所以不如将伊除掉，嘛是为着你一生的幸福啊！阿爹，你小小句有讲是为我好，啊，毋过你敢有问过我的意思啊？自古以来，婚姻的代志，拢是士大人咧做主意的。慧敏，敢讲你真正去爱着迄个何天星？你莫有袂讲啊！我根本就无介意，嘛无可能叫伊啊！上好是安尼啦，啊若无，就枉费阿爹自细汉遮尔疼你，遮尔生你，结果你为着一个查甫人，甲伊大细声。你这个狐狸精，我敢有甲你讲话？我是甲我阿爹讲话呢，你莫插嘴啊！慧敏，你袂用用这款态度甲你煞基阿姨讲话，两个拢点去。阿爹啊，我知影何天星因兜的家世敢咱兜差足济，啊，毋过伊是一个讲道理的读册人，而且伊足友好伊阿娘的呢，大家拢讲伊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大孝子。搁再讲啦，这性命是足宝贵的，你哪会当讲因为讲你要未婚，就要共刣死啊？安尼毋是伤过分啊！阮来写日子已经够笑，想袂到妈祖显圣，将写日子抢走。妈祖显圣，哈，敢会连天也无要做我？等我得到写日子，修炼更较高深的法力，我相信我的成就一定比伊更较悬。佛陀舍利子出世，那是由善念的人得到，那安尼必定是重生之福。可是，那是由邪恶的人得到，必定会引起真大的灾难。佛陀舍利子出世，到底是凶，或者是吉？一粒心活动看。阿爹啊，我知影
天生因兜的家世，甲咱兜差足济。啊，毋过伊是一个讲道理的读册人，而且伊足友好伊阿娘的呢。大家拢讲伊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大孝子。搁再讲啦，这性命是足宝贵的，你哪会当讲因为讲你要未婚，就要共刣死啊？安尼毋是伤过分啊！我身为一个大将军，刣死一个人就算过分。阿弟啊，出征山场，刣死的人不计其数。敢讲你要一个啊一个替因来甲辩解？迄无共款啊！阿弟啊，你是为着保护国家，而且你刣的是敌人。啊，毋过侯天生，伊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甲人也无冤无仇啊！你是安要刣伊啊？你安尼伤过分，伤恶一个，知影无？你即马是咧骂阿弟啊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魔王，你拢唔知影自细汉我是安怎听你，安怎生你？你安尼，你互我太伤心了。阿弟啊，伫查某囝的心目中，除了已经过世阿娘以外，你就是我上重要、上亲上爱的阿弟，你知影无？所以我无希望你做出啥物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因为我会足失望的，我会足伤心的。阿弟啊，我无希望伫我心目中，迄个我上尊敬、上重要阿弟无去啊！你知影无？规美唔知影你心肝内的重担，你就莫怪伊啊。有一天，你若回复代理国的时阵，伊就知影你这位阿弟远尔伟大。袂用，绝对袂用。我已经失去阿娘，我袂当去失去唯一兄弟。我一个做阿姊，我有权利保护伊，我绝对袂当让伊去做太监。你安尼表情安尼变来变去，你是毋是想到啥？啊，你想到啥？成妞啊！这你的物件，你的宝贝，是不是死了就好？快物件，快物件，啊不，你的物件是倒去收起，啊！快物件，这个金马内底，快物件在这个金马内底，金马，你金马想着金马，安尼你会记迄金马是哪里倒的无？
你记得对无？伫倒，紧收起来。伫倒，伫倒。呀，有啊，你别打紧啊！哦，阿公诶，你带我安尼哭说，到底你是会记你物件落咧倒也袂记？戆，睇来阁袂歹啊！莫安尼嗌遐大声啦！啊无等候你惊到破胆。骨头！阿弥陀佛。人生在世，来来去去，难免一死，这是必经的过程。只要咱心存善念，莫做亏心事，哪有啥物好惊的？今仔甲拄着，表示有缘，过去啦，咱就甲因埋葬起来，互因入土为安。安尼算起来嘛是功德一桩。阿弥陀佛。歹势啊！回想我吼，恁嘛敢若安尼尔，也毋知恁是啥物名，毋知恁是住咧倒。敢若因祈求佛祖保庇，互恁早日登往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佛慈悲，现在。我啊，咱这耽误伤久啊，继续来找，吼。规模眼。阿姨使甲段前师兄做伙，哼，规模眼了，可能一切拢无共款。那因紧找到舍利子，就能互师妹欢喜。嘛希望讲师妹甲将军得到舍利子了后，会用个发善心，帮助天下的众生。啊，若毋是我所想安尼，恐惊毋若敢找我的麻烦，嘛是咧找所有人麻烦。到这来啊啦，当作是佛祖咧教我考验，只要骨力做，佛祖一定会安排一切。阿弥陀佛。干嘛哦？我都唔相信你是铁打的身体，还是你想到啥？我若无约唔到，拄则迄应该是劫镖的现场。
拄则你反应遐尔大，一定甲迄张劫镖有关系。到底是谁派来劫镖的？若找到劫镖的人，自然就摕到舍利子。啊，你到底是要哪变甲安尼戆戆的？你受到什么刺激？你敢拢袂记？啊，你手机用站一记起来，遮尔大的代志，敢讲你拢想袂起来？东岸乡，孤芳小无听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坏听好。啊，你到底是要哪变甲安尼戆戆的？你受到什么刺激？你敢拢袂记？啊，你手机用站一记起来，遮尔大的代志，敢讲你拢想袂起来？想着吼，水，我煞唔知影爱找水，我嘛足喙焦的呢。问题是，这拢唱哪，无听到水声，要倒唱水。小哥，小啊，我知影你爱食，迄若去将军府本有可能啦。啊，这风高野外，就算我抓着，我嘛袂用杀生，我嘛袂用看别人杀生啊。小哥，小啊。阿弥陀佛，看来爱求佛祖想办法了。苏兄甲会使费尽千辛万苦咧找舍利子，哼！我咧踮咧遮，甲恁顾好，我毋免出啥物力，就会当得到舍利子。哼！苏兄，恁着爱较认真、较拍拼哟，毋通互我失望哦。哼！雪姬，看起来你心情真好。掌柜，你看，哦，阿义师，进前咱派遐尼侪人出去咧找伊，你嘛亲身作法，想要了解到底伊是生还是死。不过，总是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全然无功而回。想袂到你这么简单就去找到啊！无毋对，我嘛惊一个。后来我才想到，段情师兄是一位得道的高僧，法力本来就比我较强，所以我头一摆见到伊的时阵，趁伊失神无注意，就伫头壳内下手。本来想讲要借伊的力，看我看袂到，敢毋知影的代志。加上我开魔眼，即马竟然无意中，互咱找到爱师。哼！你看因两个，伫咧外口吹风旁边，替咱咧找舍利子，家己母甲安尼凄惨落魄。哼！拢毋知这舍利子最后，嘛是伫咱的手头。你看，这敢毋免欢喜？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安尼太好了吧！阿姨使无死嘛好啦，因为只有伊哦，才知影舍利子伫咧倒，互因两个去找，咱坐遮等就好。等因若找着，我随时就会当甲舍利子摕倒转来。雪姬啊，雪姬，你不愧是道行高深的仙姬啊！阿义师伊是个舍利子。可以亲身去找回来，比咱派出千军万马效力也搁较好。掌柜，真正毋是有秘书家咧等你，你敢毋免去陪？哼！你两只三脚猫，敢想要来办好吹手，已经叫我甲扫转去啊！因来的目的是啥？当然嘛是要来找舍利子。
该去找洪上讨啊。因已经禀奏过皇上，知影是我的境内仪式，所以特别走来找我。纯做讲夏礼主，伫我遮我嘛无可能交出来给因啊！这两只三脚鸟态度竟然是耀武扬威，加出言威胁我。小小的台湾国使者，这么放肆，对将军无礼，真正是唔知死我。你敢知影？因用两国交战来逼我就范，这对我来讲是求之不得嘛。假使两国若是交战，朝廷必定派出重兵支援，到时我会当掌握所有的兵权。我若得到夏礼主的加持，我的功力就更加高深。到时我就会当帮忙将军雄霸天下。阿公啊，歹势啦！啊，这风高野外，无啥物物件通食，啊，我出家人也免个杀生，较委屈的啦吼。缀我安尼限时限项罔食吼。歹势啦，你是叫我吓惊着。无要紧，你妈爱，你无要紧，但是我有要紧。我靠！到魔鬼了！好刚才着肉无着骨。哎，阿公，你有要紧，你有要紧。我要紧到。醒出来！醒出来！醒出来！哎，阿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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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这边了，起来！嗨呀！人魂有活动，啊，这声哦，伊还未清醒，我兴奋。恁看，永暗篱笆成上，连的光，连的暗。我咧想。可能梦田夏礼主真紧就会出世，有多夏礼主出世，那是由善良的人得到，那安尼必定是重生之福。可是，那是由邪恶的人得到，必定会引起真大的灾难。有多夏礼主出世，到底是凶，或者是吉？
顺风诶，当然爱困你三更半暝甲乌夜是要创啥啊？哦，千里，你有良心无？娘娘烦恼甲困袂去，你困得敢若猪咧？紧来，紧看啦！看啥啦？找夏丽珠啊！夏丽珠？系啊！哦，无简单呢，顺风诶，我捌你几啊百年，我从来无看过你这么认真过呢。赞！当然嘛爱认真。这件代志哦，甲未来张人爸可能有关系呢。莫讲啊，一日紧看啦。好啦，为着娘娘交代任务，还有你的感情，我陪你来找干。你是要去倒啦？看啦，用看的啦，用袂当用法术啦。哦，快点！看到两个人，啊，一个人死昏去，啊，一个敢无头毛光头，回想呢，搁想呢，回想，系啊，看甲真足的啦。哎呀，暗暝懵看无你用听啦。这个声敢若捌听过呢，是伫咧对啊？啊，伫上文府啦，对，断情师傅，嘿，一个回想功夫真好。诶，啊奇怪啊，啊三更半暝，伊甲迄个死昏去的人，啊你风高妖是咧创啥？看甲真足的啦。拜托诶，百外里外面的呢，要咱看真足啊！暗暝懵，明仔再看啦。你真正看无？看无啦，看无？收工啦，收工。拖堂啊！不是，断情书。哎呀。阿公诶，啊，你嘛精神一下。阿公，你精神啊？哦，我是哦烦恼噶，你知唔？哇，你看啥？我回想的啊，断情啊，我昨暝安尼爱你走规暝，规身躯骨头拢要放你，敢知？规身躯安尼太高烂了，回去哦，我甲你认识一下，他们爬爬去，好。哎呦，啊你唔通爱太高呢？真正敢是一个镜头去拄着一个空的哦。哎，我咧叫我，你莫叮当哦，你搁叮当哦，我真正无客气哦。哎，啊，唔搁搞怪个。开玩笑嘞！好，我哩奇怪，因为夜观猜想，讲伊的感情甲佛道舍利子关系，啊，毋过我看到的，是断情书啊！啊，你听着嘛是个声，敢毋是？我嘛感觉足奇怪，敢讲哦，佛道舍利子会叫断情书坐着啊？哎，你要安怎？要安怎？我看要安怎？紧啦，用法术啦！对啦。安怎？迄个人敢熟悉呢？熟悉无好想啊！啊！你敢知啊？断情书
边到底什么人？我哪有可能看会到啦？紧讲啦！你知影我厉害哦？嘿啦，你上厉害，紧讲啦！专将书边迄个人，就是阿二师啦。阿二师，对，啊，嘿，紧来甲公主讲，今日啊，要收工啊未？对，你是讲阿二师甲段情师傅斗阵？对了，公主，我无看唔对，阿二师哦是段情师咧甲照顾。大汤，既然是咱熟悉的人，你讲来看无？拜托，昨天啊暗面蒙，我来看有啦。大汤，啊你，找遐尼久，总算找着阿二师啊！假使讲段情师傅若是伫咧照顾阿二师，那安尼伊应该毋是得力。吼，我剃光头遮尔久哦，还佫会记你要咱共洗头，实在我若足钦佩我家己的啦。唉，唔知要找到当时才找到夏丽珠。夏丽珠，我来找我的夏丽珠，找我的夏丽珠，阿公啊，夏丽珠，你是哪个？夏丽珠，你走。夏丽珠，我的夏丽珠，阿公们，大哥。阿公们，你到位。是啊，我找到，我找到，夏丽珠。这甲你拄则找的拢同款，叫做石头，只是这粒较圆尔。夏丽珠，石头。你石头。皮匠。唔知要找啥，这个我看面石头，可能是你的头。我找到，我找到，夏丽珠，好，免惊，我袂走，这个我替你看，看到底是石头还是国宝。我看，袂走。哎呦，这是金马！我看这对夏丽珠，皇天不负苦心人啊！来，我看。哇！我真正看到佛陀夏丽珠呢，这真正是我一生的荣幸，表示讲我甲佛门有缘。阿弥陀佛！阿公诶，交予我啦！我是惊你搁拍无伊，我跟你讲，交我保管，我绝对袂走。好，来，不要，来啦，好，阿公诶，我绝对袂甲你偷听。但是吼，我今摆要讲一个足严肃的代志，你一定爱真足惊。你即摆手摸的迄个宝贝，乃是佛门的佛陀夏丽珠，这是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开化的时阵所留落来。若是一般这信徒想要甲观礼的时阵，会因为个人伊的因缘福报，所以每一个人拢无共款，每一个人看到的色彩嘛拢无共款，真正无共款。你莫走啊紧啊！阿公诶，你若佛陀夏丽珠交予我啦。袂用诶，谁来抢我国宝，一定是歹人。我出家人慈悲为怀，救过你的性命，搁甲你照顾我才好，我哪有可能是歹人？袂用诶，你听，你看，你好骹好手，国宝都会拍无，搁讲即摆剩一手，哈？啊，你夏丽珠安尼落来落去哦，你对伊真不敬，你知影？来，交我，落去遮，来啦，来。阿公诶，
伊毋是断情，你无认着人呀？你两人是做共款啊？哦，你竟然敢冒充我！你才咧冒充我啦！你想要骗取佛陀舍利子，你一定是妖魔鬼怪！阿公诶，紧甲国宝交互我，唔通叫歹人抢去啦！莫听伊的，伊才是歹人，舍利子紧交我。恁两个，阿公诶，我才是断情啦！阿公诶，看较清楚咧，我才是真正的断情，唔是？阿公诶，你唔通叫我骗你！伊才是妖魔鬼怪，你的国宝紧交我，啊若无去抢去，唔通，阿公唔通，好我啦，好你。哎呦，你来交互伊啦！这舍利子最后嘛是落伫我的手头。有舍利子的加持，一定会予我的功力大增。到时我帮忙将军完成复国大业了后，我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你看，等害了你啊啦，国宝交唔着人伊啊啦。国宝害我，阿公诶，哎呀，免个，你唔是伊对手啦。阿公诶，雪琪，佛陀捌讲过，放下，你紧将你的贪念放下。我哪有贪念？我会当得到佛陀舍利子，就表示我有福的。我再讲，你进前答应我，要替我找到国宝，你即马爱我放下，你毋是出家人，讲话安尼反起反倒。当初我会答应要替你找找佛陀舍利子，是希望你甲将军会用为着天下的重新造福，会用互因的日子过得更较安乐。既然安尼，你是安怎要甲我相争？我已经改变心意啊，因为你已经唔是较早迄个心地善良的雪姬，你人魔伤深，即马变甲非常的自私，什么敢若想着你家己。我若将佛陀舍利子交互你，一定会害百世劫数难逃。我袂去交互你。苏伟，我靠，卖你我无定。无唔对，甲你锁伫咧遮，3天内你无法度离开遮，当然嘛无法度破坏我的代志。雪姬啊，紧甲我放开！阿公的即摆身体袂堪要搁拖过3天啊啦！这是伊的命，袂当怪我。雪姬，你变啊！你哪会变甲安尼？师兄，其实我无想要安尼对我。因为舍利子对我太重要，假使你会当答应我，莫搁甲我抢舍利子，我会当考虑甲你放出来。搁较安怎讲？咱是师兄，我无想要伤到咱师兄们的感情。我身躯顶穿着百劫经衣，会去抵挡百处的劫难，也毋过阿公的，伊若斩会了，绝对稳死无活，到底是要安怎？妈祖，阿弥陀佛，妈祖显圣，阿公诶，哪路救啊？盖、顶、血。我就唔相信你有法度对付我。雪姬。你有佛陀舍利子，竟然无感受到佛陀的慈悲甲智慧，你的魔性上深啊，无配得到保卫。佛陀的慈悲甲智慧照亮世间。竟是以悲悯救赎世间，但是你完全无感受到。我伫你的目睭内，敢若看到阴粉、
恶毒，天地不容。我无想要毁害你的生命，我要互你伫黑暗当中反省觉悟，安尼你才会知影讲公平的可贵。妈祖娘娘，请你放过雪姬，因为天地间上可贵的，就是对一切拢抱着尊重甲包容的心情。娘娘大慈大悲，请你莫伤害雪姬，地主恳求你。雪姬，有求皆苦，无求乃乐，得失忠言，归顺依道。我相信你会明白我伫咧讲什么。我希望你早一天觉悟，才袂辜负恁师兄一片的苦心。段静，半时辰了后，阿姨婿就会清醒。你家带去妈祖庙见林公主，伊自然会医好伊的病。感谢娘娘。还佫有，你甲佛陀舍利子交予林公主，伊自然会安排。雪姬，你面色哪遮尔歹看？是毋是身体无爽快？阮来舍利子已经到手，想袂到妈祖显圣，将舍利子抢走。妈祖显圣，哈，敢会连天也无要做我？我无安尼想，这个林万娘还未得到正治，是一个犯人。伊假是伊做仙了，就足了不起。哼！等我得到舍利子，修炼更较高深的法力，我相信我的成就一定比伊更较悬。好，那安尼讲起来，舍利子即马伫妈祖手中。妈祖买舍利子是要创啥？我想一定搁伫咧阿姨婿遐。那安尼，咱赶紧转来找阿姨婿啊！将军，妈祖慈悲，一定会想办法救阿姨婿的病。等阿姨婿的病若好，伊一定会去找伊的后生甲查某囝。秀莲伫咱的手头，伊对咱无法度。啊，毋过因后生阿虎，甲林怀德来往密切。所以，咱只要甲妈祖庙顾好，就毋惊找无阿姨婿甲舍利子。既然舍利子若无妈祖收转去，安尼就无啥物通好惊的嘛。我即马上派兵包围妈祖庙，安尼时因就乖乖啊将舍利子交出来。将军，千万不可！为什么？咱若包围妈祖庙，再搁加压威胁，因就爱乖乖啊交出舍利子嘛。雪姬，安尼你毋是嘛偷一口气啊？我知影将军你疼惜我，啊，毋过你想看觅，妈祖普度众生，所以伊有真侪圣徒。伫咧民间，嘛有一份足大的力量。虽然这个刁民无啥物通惊，假使将军派兵包围，引起民怨，甚至会影响到将军的威信。搁再讲，包围妈祖庙，就算讲抢到舍利子，到时皇上若知影，嘛会叫将军交出来。安尼，咱毋是白了假？你讲了有道理，若是安尼时就另外想办法咯。好啦，莫生气，身体若气歹，我嘛会心疼。这摆是我太大意，本来想讲，我一定会摕到舍利子，修炼更较高深的武功，帮忙将军完成复国的大业。
哪会知？煞机你有这点心，我就真欢喜啊！搁再讲，秀莲伫咱的手头，阿二婿敢会白白看着查某囝伫咱遮受苦，甚至牺牲性命，咱的手头有秀莲这个人质，这都是咱的优势嘛！我根本就无咧烦恼阿二婿唔乖乖啊将下遗嘱交出来。秀莲，我差一点啊，就袂记这个死查某鬼啊！就算讲阿姨婿肯摕下遗嘱来还，我嘛要互伊知影，做爱别人的代志，是爱付出代价。往南想孤芳小无定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。秀莲，我差一点啊，就袂记这个死查某鬼啊！就算讲阿姨婿肯摕下遗嘱来还，我嘛要互伊知影，做爱别人的代志，是爱付出代价。志勇，不哩，替我好好款待秀莲，莫客气。是，我会遵照夫人的愿，保证夫人愿意。那到即马还袂倒来，嘛不如啥物事较差，那是安怎？哦，足着急的，那袂倒来，哎呦，将士啊，拜托你保庇。我拜我家己要创啥？啊，装笑话啊！哎呦，娘娘，拜托你来平安倒转来呢！哎呀，千里的，拜托的，你莫搁咧行过来，海过去，你袂忝吼，我目睭哦看到伫要脱汤啊啦！哎，我是知影。哎呦，你起来啦！你搁坐条。哎呦呀，你敢唔知影我咧烦恼啥？娘娘家己一个人，要救段情师，要救阿二婿，搁要对伊刷机，搁要去有道下遗嘱，一下要做一工课，啊，要啥物事较差？啊，你知我的意思吧？哎呀，你是咧烦恼啥哈？娘娘这么厉害，要对付迄个刷机、迄个摇路、迄三脚鸟的家伙，哦，有够简单的啦，根本就免烦恼嘛。袂放心，无你要安看一下。我当然嘛有看，啊，问题迄个比片刷机，唔知用什么法术哦，用到 OTM 的，我看袂清楚啊。连娘娘我嘛无法度救。我知影你拖汤啦，我头段已经听过啊，我听到吼，真侪人啊咧哎呀，强拍的声，啊，毋过好你家在，拢无听到娘娘的声。啊，毋是共款。哎，敢讲你对娘娘无信心哦？我当然对娘娘有信心。我知影娘娘哦，功夫厉害，法律无边。啊，毋过我上烦恼就是哦，自卑为怀啦。死到迄个妖路，用这点去对付娘娘，哇，安尼就烦恼啊！你免烦恼啊，吼，我甲你小输一个，我吼算到3，娘娘就出现。真若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无安尼啦吼，输的人吼爱做另外一个人的奴才，吼，好无？凊彩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真2、3，你输啊！娘娘，哎呀，哎呦，娘娘，你平安倒转来，我足烦恼的，你知无？瞳孔呢？娘娘亲身出马，哪有可能无成功的道理啦？吼！多谢你两个关心。那我转来，还佫有人对你后壁。啊？什么人？知呢？啊，你这唔是？段金师傅，哦，你甲阿二婿叫倒来？哎呦，阿二婿，来，好，原来你拢有熟悉哦。是安尼啦，恁遮唔知有一个林公主，这个是阮公主。段前师傅，我就是林怀玉。哎，林公主你好，是安尼啦。进前我甲阿二婿真有福报，得到妈祖娘娘的指示，讲啊，这间妈祖庙的林公主啊，讲我都医好阿二婿的病情。敢若是妈祖娘娘指示，我就尽力而为。好，感恩。小姐。阿二婿已经身治半神，
爱定我一段日子才会好。阿弥陀佛，林公主果然是医术高超，袂输敢若花朵在世，一看就知阿二三的病情。对，妈祖娘娘还有另外一项指示，妈祖娘娘叫我交代一项物件给林公主。三业清净，佛出世；三业不净，佛灭度。公主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皆因修持三业清净，而得成佛道。心意义三业，假使讲若是修持清净不念，以诸佛正道无用；若是修持不净，净佛入灭。阿弥陀佛，林公主修为这么悬，断情无尘无急，今仔日真正是受够，我一定要谨记在心，时刻修持。公主啊，这佛道舍利子，敢真正有法度帮助阿二师恢复心智啊？心、佛、众生，三无差别。你、我、他人，一切平等。相信佛道舍利子的加持，一定让阿二师较早恢复心。自性弥道，唯心净土。众生平等，我佛自悲。少爷，阿红，我可怜的囡仔。阿公，你拢精神啊？公主，请问我迄两个囡仔因有平安无？阿二师，你免烦恼啦，阿红即摆人好，你后别人兜啦。若秀莲啊，无性命危险嘛，只是安怎？秀莲是安怎？你唔去讲，去讲啊！阿师，莫激动啦。秀莲即摆伫咧将军府内底。是啊，秀莲咧伫咧将军府的。这你知的嘛？都因为阿红差钱叫我袂去宫中做太监，所以讲秀莲为着要将钱，只好家己入袂掉去做查某囡仔。将军府。唉，讲来秀莲姑娘吼，即摆日子吼，真系生不如死啦。一个查囡仔，哪有可能赚得掉啦？生不如死，你来讲是啥物意思啊？我规矩甲你讲啦，秀莲即摆伫将军府内底哦，一天到晚拢叫凌迟啦，困无法度困，食无法度食，佮逐工互拍，有够可怜的啦！叫莫讲你佮讲，我心肝会疼。代志变到安尼，秀莲，都是阿爹拖累你的。卑鄙！当时咧靠我说机啦，心胸手软，为着要得到佛道舍利子吼，甲少年姑娘拐跳，每一天个去刣，这条够卑鄙有影。就是讲啊，像这种无血无目屎、心肝浓毒的查某人，一定有报应的啦，唔是袂报，这是死期未到。对。孙妹，是安怎你即摆会变做安尼？较早你是遐尔啊天真、无邪佮善良，即摆煞来变做一个恶毒的查某，感觉环境对你的影响遐尔啊深深。雪姬，秀莲家己无冤无仇，你是安怎心肝这么凶，安尼对待伊？阿二师，你真正这么残忍，拢无咧顾秀莲的死活。我甲秀莲已经断绝爸仔囝的关系。你想要走，我就让恁爸仔囝当做死，较有判。花丛见深看。
雨水重。哎呦，秀莲啊，我知影你身世真可怜，我嘛足同情你啊。不过雪姬夫人有交代，袂当互你伤好过啊。即马吼，阵啊你好过，就换做我歹过啊。所以你要原谅我吼。你较紧抹啦，紧来，紧来。紧来！雪姬夫人叫我来带人。志豪伟，会当借我问一下吼，雪姬夫人是要安怎处理伊啊？无你的代志上好莫搞。知影愈少，对你愈好。下。行。你们想去倒？放心，你即马还阁有力量过头，所以还袂互你去见杨罗。啊，毋过嘛绝对袂互你好食。行。你放手啦！放手啦！来，果然是阿姨婿的查某囝，有气魄。行。你放手啦！哎呀，雪姬夫人吼，亲一出马，无死嘛剩半条命。因为雪姬知影你温莎阁要是佛道舍利子，唔知甲你查物件关起来，等你叫舍利子去解救我。伊伫舍利子是要创啥？哎，都慢啲嘅，阿奇婿，佛道舍利子是大汉朝廷，答应要借我台湾国求雨，不过雪姬竟然要这么私用。假使若是有台湾国认为大汉朝廷讲话无算话，就会引起两国相争，到时阵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，受苦的是百姓。我是要安怎才好？一边是我的亲骨肉，一边是天下苍生的性命。佛道舍利子若是交出去，就会造成大灾难；若是唔交出去，就要牺牲秀莲的性命。我要安怎选择才好？我已经决定了，佛道舍利子绝对袂用交予雪姬。阿二仔，你即马讲的是真啊假啊？啊，秀莲要怎？啊，你袂插伊啊？哈？秀莲是我唯一的查某囝，若是有法度，我甘愿牺牲一切来换伊的幸福。也毋过，我实在是袂用安尼做。以众生来讲，我若甲舍利子交出去，虽然会用保全我的家庭，甲我查某囝的性命，也毋过，天下苍生就会遭受灾难。到时阵，唔知有偌济家庭会农家散地，家破人亡。我少年的时，都奉侍关心帝君，上该敬佩的是关心帝君忠义的精神。可是，我若是自私为着家己，去违背良心，难呢？我敢对得起关老爷，敢对得起我家己忠情忠义的信念？以私人方面来讲，秀莲是我的查某囝，我当然嘛会疼惜伊啊。就是因为疼惜伊，我搁较袂用害伊不忠不义。我甘伊是一个江湖人，一世人无啥物出头，死了嘛无啥物物件通留予两个囡仔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做一个好模范。
留予因一个清白的名分，予因感慨子孙永远会记的，因有一个忠孝正义的祖先。那秀莲，敢会通讲，伊是生唔着死，倒唔着胎，一世人，像我这个做阿爹对不起伊。假使讲，会用秀莲的性命换着天下百姓的安乐，那安尼对伊来讲，这嘛是一件公平。其实伊种牺牲奉献精神，实在伟大。会使，佛陀为着要救度众生，咱舍能舍，咱行能行，为着众生善巧方便，舍弃一切。会使，你家己的精神，实在是佛陀菩萨所为。林公主，我唔敢甲身份相比拼，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代志。我若是为着家己的安乐，造成无数家庭家破人亡，将心比心，我会良心不安啊！有舍才有得，这句话讲起来敢若真简单，但是若要像阿义师遐尔铁骨，确实真困难。阿弥陀佛。林公主，我有一件代志要拜托你。什么代志？假使我若做会到，我绝对尽量做。你讲。我是要见秀莲最后一面。可惜啊，可惜！真正是水人无水命。我本来想要留你一命，互你转去甲你阿爹团圆。啊，毋过你阿爹唔肯将舍利子交出，伊连你这个查某囝拢会用赖治啊！要怪，就要怪你家己歹命，唔通怨别人。哼，想袂到，想袂到你阿爹心肝这么粗残，开嘴就是利益大条，讲什么有情有义，根本就是为着要独吞舍利子嘛，连家己的查某囝都敢牺牲。人心难测。阮阿爹无来找我，一定有伊的原因。啊，毋过绝对毋是亲像恁所讲安尼。无论安怎，我袂怪伊。你真正是一个有孝的查某囝，已经互你阿爹出卖啊，搁遮尔为义。我甲你讲，无伫卡恁阿爹已经用舍利子去换荣华富贵。即马带恁小弟，唔知美喺倒咧享受咧。若是用我的性命，会当换我阿爹，还佫阮小弟后半世人幸福，我甘愿承受任何结果。敢是安尼？讲起来，你嘛是无辜红拖路。你若喙较甜咧，讲一寡我较爱听咧，无的确。我会了解你。沙基夫人，我知你是求我阿爹，无把你想要爱的物件送来，所以你只外我，找我出气，你根本都无可能放我走。为即马开始，我无可能对你轻声细碎，更加无可能爱你放我走。你会当死心，我已经从生死看了真开。你想要安怎，做你来。你嘴这硬，你就卖怪我。永兴。
即马开始，我无可能对你轻声细碎，更加无可能爱你放我走。你会当死心，我已经从生死看了真开。你想要安怎？做你来。你嘴张的，你就莫怪我。永兴。 手白泡泡又黏的，叠到安尼流血流滴，一定足疼的吼。你讲啊，求我啊，求我饶下你啊，讲啊！继续用气，这命一条，就算我一死，嘛无啥物好难靠。 咱安尼是执行，咱应啊。将军，秀莲避刑的代志，若传出去，你想阿姨使安怎做？你安尼讲嘛是有理。志豪，拍！ 边将军，什么代志？林怀德甲阿义师前来求见将军。阿爹，阿爹回来啊！真好，是真好。咱掠秀莲来做认证，真正确实过命，确实好用。即摆一定是要摕夏丽珠转来换人啊！也是将军你较巧，知影利用人的弱点。阿姨师绝对唔甘查某囝受苦的嘛。阿爹回来啊！阿爹总算平安回来，是真好。天公伯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天公伯。阿爹，阿爹。哦，林公主，阿义师，来啊吼！安尼唔则对，准做你阿义师是一个义薄云天、尽忠职守的好汉，嘛袂用去放家己的查某囝，踮遐自生自灭啊！你真粗残哦！林公主，进前你想尽办法要救秀莲，最后嘛是爱摕夏丽珠来换嘛。小琪，我要先看阮查某囝，秀莲即摆人伫倒？阿姨师，想袂到你回心了真紧，进前看你敢若阁戆神戆神，即马真正常啊！哼，我药了若无唔对吼，一定是夏丽珠会功力咧起作用。这夏丽珠真正有成效。世间人，较输来当减一寡人我是非的特质，加一寡生灵之美的言行，安尼一定会加较喜乐。将军，我讲安尼对。
是毋是会当手洗牙完，甲秀莲交出来？要看秀莲会用，先甲夏丽珠交出来。袂用的，我要先看阮查某囝，伊够平安。若是夏丽子，秀莲已经伫恁的手头，恁是咧烦恼啥？安尼讲嘛对，你嘛无想要看到恁查某囝受苦。伊若想要见因查某囝一面，就去见一面，我答应你。多谢将军。林公主，人爸仔囝见面，你这个外人唔免去斗闹咧，留喺遮啉茶就好。启宏，大将军，带伊去见因查某囝。是。公主。秀莲，秀莲，求求，是，秀莲，你有要紧吗？我不要紧，我阁会堪的。我想要到我可当看到你，写真好。我本来打算讲，我一世人永远拢看不到你啊。阿爹嘛想袂到，会用保全一条性命，转来甲你见面。秀莲，拢怪阿爹，是阿爹拖累你，才害你受着遮尔济折磨。因想做愿意互你记我，敢讲恁将一日就写日子，当互我转去啊？秀莲，获得写日子事关重大，绝对是袂用落伫雪姬这歹人手头。阿爹考虑真久，我想了真多，阿爹想来想去。不得已，才做出痛苦的决定。我恐惊袂用的。阿爹，我多谢你做对因来讲，感情是这么重要。我多谢你做。8年难得一见，若是落伫好人的手中，好好利用，会用甲夏丽子发挥上大的功效，之后天下重生。若是落伫歹人的手中，互因摕去做歹代志，就会增加伊的效。到时阵。正常对着你苦难的无底深坑，查某囝完全明白你的用心。秀莲，若是牺牲我一个人的性命，会当我天下你的平安，那你查某囝的死。秀莲，你敢袂怪阿爹？我都能救你。从细汉，你就教阮做人，来对得起天地，对得起家己。我甲你所讲的话，我记在心内。嘛，因为你甲我讲的话，这段日子。我才有勇气会当继续活落去。我相信，人只要活了有尊严，活了互人敬重，
这必定好荣华富贵，搁较有价值。秀莲，你真正是我的乖查某囝，阿爹对不起你。你莫自责，人一定会死，只是爱死了有价值。查某囝一件我都不惊死，我惊的是以后我无法度养好你，请你原谅庄教我。你这嘛唔通安尼讲。阿爹，你这是创啥？你记起来，你记起来。秀莲，阿爹多谢你，阿爹多谢你，成全我，为了天下苍生，我得意，才做出牺牲你幸福的代志。阿爹，你莫来讲，你安尼查某囝是咱袂起，你起来，你起来啦！你听阿爹讲完，秀莲。你是阿爹的乖查某囝，你是我上友好的查某囝，假使后世人，我阿爹来做你的查某囝，哦，我一定好好友好你，做一个乖巧的友好的查某囝，我会好好奉待你。来报答你一世人，成全阿爹命一个大恩大德。哦，阿爹，阿爹，林公主。你才高八斗，本将军有事要请教。咱当今朝廷要如何来治理才是良策？请教是唔敢，假使你若是要问大汉朝廷，是毋是会当久久长，这自有定数。只是治理这两字。应该是天子这样讲的话，将军，你只不过是朝廷的大臣，你安尼讲，敢袂伤别款？林公主，将军是朝廷的良心，为天下的百姓设想，嘛是应该啊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安尼敢有唔对啊？当然嘛是对。真诚必有用，精勤万事成。假使将军若真是替天下苍生设想，那安尼大汉朝廷必然是万年久远。启禀大将军，人出来啊！阿二师，我已经完成你的心愿，互你甲你的查某囝见面。即马物件交互我，查某囝带转去，我袂阁为难你。多谢将军的好意，也毋过，我甲秀莲已经断绝爸仔囝的关系。演头来，我来进前。本来就无打算要摕舍利子来交换秀莲，获得舍利子这么重要，哪会落伫恁这邪道的手头？你真好大胆，敢骗将军！我甲林公主自从踏入将军府开始，
就无讲要用舍利子来交换，迄是你家己的想法。阿二婶，你真正这么残忍，拢无咧顾秀莲的死活。我拄则已经讲过，我甲秀莲已经断绝爸仔囝的关系。秀莲嘛用了解我这个做阿爹的苦心，即摆我已经无遗憾了。你好，你唔摕舍利子来换，不要紧，我嘛无啥物顾虑。想要走，无遐简单，我就互恁爸仔囝当做死，较有判。哼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你一定爱记，邪不胜情。爹喊慢，你家己就要保重哦。你爱保重。阿爹，我要多谢你这么多年拥有起我。来，来，去。公主，让阮阿爹都会拜托你照顾。秀莲姑娘，你这么善良，搁深明大义，为天下苍生设想，菩萨一定会保庇你。你放心，我会替你照顾恁阿爹。保重。江秀莲，这是糟鬼啊！落在我的手中，你免想要有好日子通过。大声的，这拢是你阿爹害你害。你死了后，若变做恶鬼，就去找你阿爹讨命。夫人啊，咱会当莫再接外伊啊，好无？点点，你若敢听，等你受苦的就是你。不，我无讲啥啊，我继续吼，继续。想做要救我，莫会忘啊啦！紧走就是啊，紧！李平，你安尼是创啥？启勇，人生个压力。人讲拍狗嘛爱看主人，确实是阮阿爹身躯边的一只狗，无得靠我会对伊较客气。啊，毋过若是外口遐个野猫野狗，还是野查某，就无啥好客气安尼。哎呦，即马上需要解救的人就是秀莲啊啦！我当咧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看是要哪甲秀莲救出来，嘛莫有设计利用舍利子来作恶。咱两个已经是无共路的人，因为你已经知影舍利子的秘密，所以将军下令要将你除掉。妈祖启示录。
不求自己事事如意，只求有充分的勇气去面对现实。不求自己美满，敢若希望时时刻刻有智慧充足的精神，一份未转提的爱心。不求减轻负担，只求搁较大的力量来担当这个世界所应该做的代志。夜梦离离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是珠泪感。青春赶无通，歌声在酒里暗，看阮舞步飘泊岁月流转。红颜像孤芳，寂无定，孤单窗，伊外点无雨花的风光。红颜像花丛，天深半露水重，花香自